大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就是咱咧讲的外省仔面面。来看到这个面，面的意思就是麦仔做的，麦仔家经做粉了，搁再加工做长条形的食品。要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面体原来是安尼写才对，这是一款面粉做的食品。面粉拿水拌拌的，变做 QQ 的面体。放一段时间了，变芒仔形，伫水底洗面册，甲淀粉也个有羊水的物质拢洗出来，剩的两白质结做一丸一丸，就是面体。第二个词读做幼面面，某人读做幼面面，这个意思就是讲一个物件足幼，像咱讲皮肤幼面面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老师带学生囡仔去参观面体工厂，生产面体的过程会当讲足清气，做出来面体幼面面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面提供予大家参考。